看见没？玉森哥哥一回来就迫不及待来见我了。他身边的位置是我的，而你只是个鸠占鹊巢的玩物。玉森，出差回来不告诉我，还让人这么羞辱我，我还算是你的妻子吗？你如果心里早就有了别人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呢？嫂子，霍哥喝醉了，你过来接他呗。偷偷告诉你啊，现场那可有美女，你可得快点过来把霍哥看紧了呀。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结束，还要我去接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霍雨森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霍少，前一阵一直约你都约不出来，这幸亏南希妹妹回来了，兄弟可算是见到你了。你别这么说，玉森哥哥是刚出差回来。刚出差回来就来见南希妹妹了，那看来南希妹妹在霍哥的心里还是很宝贝的嘛。你话很多啊。南希是南宇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妹妹。刚才这些话，我不想再听见第二遍。好的。注意安全。来，兄弟，不用再等了。想嫂子了？我还以为你掉厕所里了。抽了根烟，顺便呢，帮某人干了件好事。我知道你刚出差回来，肯定想嫂子。我事先给嫂子打了个电话，骗她说你喝多了，让她来接你。说吧，准备怎么谢兄弟？让你事儿多。周小姐不知道玉森哥哥回来了。玉森哥哥出差这么久，她就一点都不关心吗？他这么不在乎玉森哥哥，真的会来吗？令人扫兴的女人，不来也罢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嫂子平时工作忙，那对老霍还是很关心的。我专门说，现场有好几个美女，这嫂子肯定会有危机感。我打赌，10分钟内嫂子肯定会过来。以咱们老霍这条件，他不得上赶着啊，是吧？就是呀，上赶着。霍雨森，你的朋友看轻我，你甚至连反驳都没有。既然你根本不爱我，当初为什么要娶我？给我希望。各位贵客，经理让我问一下，咱们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不需要，出去。这嫂子肯定在路上耽搁了，但是她肯定会来啊。喂，为什么不来接我？我有工作要忙。你那小破工作室有什么好忙的？周穗氏，你身为妻子，现在连关心丈夫的基本义务都做不到，实在不行赶紧离婚。离婚这2个字，你终于还是说出口了。我是说，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同意离婚。霍雨森，反正你已经有了别人，那我成全你。
玉森哥哥，喝酒。不是兄弟，不至于，嫂子肯定会过来。哎，玉森哥哥，你要走了，我陪你一起。不用。玉森哥哥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你回来了。你干什么？真要好离婚？离婚不是你先提的吗？我只不过是顺从你的心意。顺从我的心意，还是你的心意？你要不想离，早就用哭有闹。我不会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纠缠一个心不在我身上的男人太难看了，我做不来。想要离婚是我成全你。财产方面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不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只想尽快离婚。好歹跟我一场，我也不亏待你。这个房子我就留给你，反正关于你的妾我也不想要。明天领证据见。3年的感情，原来结束这么简单。就这么走了？你确定不再要点什么东西吗？怎么？你是怕我以后会纠缠你？你放心，我不会，并且我真心祝福你找到真爱。你。哎，这么迫不及待离开我，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什么？你跟霍玉森真离婚了？是啊，离婚证都领了。你俩感情不是挺好的吗？你这么一离婚，不就把他拱手让给南希那个贱人了？他不爱我，我纠缠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们过去3年是挺和睦的吗？你爱我吗？我不太确定。不确定。说你爱我。我爱你，最爱你了。我也爱你，想爱死你。因为不爱，所以才和睦吧。我曾经以为他是爱我的，但现在我发现，我们之间只有性，没有爱。唉，我当初就应该劝你别闪婚。那你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又没了谁，离了谁是不能活的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对了，欢欢，你是不是有个朋友是做房屋中介的？你能找他帮忙，帮我把玉园的房子卖了吗？我明天就能过去收东西。好，反正都离婚了，
那座充满我和霍玉森回忆的房子再留着，也没有意义了。还以为东西会很多，几个箱子就装完，剩下的都是霍玉森的了。喂，有事儿啊？我想把玉园的房子卖了，东西已经收好了。你抽空过来搬走吧。你之前说不是挺喜欢那周围的环境了吗？现在不喜欢了，是不喜欢房子还是不喜欢人了？有什么区别吗？那是我们的婚房，里面全是我们一起生活的痕迹，你就这么迅速的想扔掉它吗？周岁石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房子里有。玉森哥哥，可以帮我拿到声音吗？是南希的声音。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就先挂了。这些东西如果你不需要，我就自己处理了。喂，霍玉森，才离婚多久，就迫不及待把小情人带回家了是吗？物业吗？陈海没送你回去啊？阿姨说让我今晚留下来住。玉森哥哥，我想洗澡来着，但是我看客房没有准备睡衣。阿姨说让我有什么事就找你。以后这些小事，就找我妈就行了。玉森哥哥，我还有工作，你要没事的话，先回房间吧。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嗯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邀请南希在家里吃饭，把我骗回来，我给你面子。现在你又擅作主张了，让她留宿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让他留宿有什么不行的？你跟外面那个女人已经离婚了，跟南希的婚事就应该定下来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娶南希的？你跟那个女人离婚，不是为了南希呀？你跟那个女人离婚，不是为了南希呀？那是我自己的事。我不管你为什么离婚，但既然已经离了，南希也回来了，你就得给我娶她。你别忘了，他哥哥是怎么死的。我没忘，我欠南雨一条命，但不代表我非得娶南希。可是他喜欢你呀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乖巧懂事，又对你一心一意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哪点不好啊？比起那个周岁石，他才是最适合当霍家儿媳妇的人选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娶她？南雨死之前，你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事儿。还是说，南雨的死另有隐情？能有什么隐情？不就是因为他哥哥救了你吗？这是我们霍家欠他们兄妹两个的。反正这婚我会结，要结你自己去结。华玉森，你。侯总，经核实，豫园那套房子现在已经挂在网上开始售卖了。您的东西，物业全部扔垃圾桶了。据说是您周小姐吩咐的。这么绝情！联系中介，把那房子买下来。啊，等等。
我妻子去。您这才跟周小姐离婚不久，要是您舍不得，您现在把她追回来还来得及啊。我觉得周小姐她人挺好的，她……你去忙你的吧。玉森哥哥，我妈说你还没吃早饭，我特意给你热了一杯牛奶。忘了吧。玉森哥哥刚才提到了玉园的房子。你又想干什么，南小姐？听说你要卖玉园的房子，那套房子我很喜欢，你卖给我吧。抱歉，我不卖。为什么？你都跟玉森哥哥离婚了，难道还要利用房子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吗？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你放心，我既然已经跟他离婚了，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纠缠。也是啊，就算你再不甘心，也得对他死心。玉森哥哥心里只有我，阿姨认定的儿媳妇也只有我。那真是恭喜你。只是那套房子，我卖给谁都不会卖给你。穗穗，你快看南希微博，那两个臭不要脸的东西，真是让人恶心。结婚3年，从来没带我回过家，也没有跟我提过你的家里人，我一直没敢问。原来是我不配啊！我朋友联系我了，说明天就有买家预约看房，刚好我明天有空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买家要了。看那个买家的样子，对这套房子特别满意，连价都没还。如果你们双方都没有意见的话，咱们今天就能把合同签下来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啊，行。霍雨森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你要买这套房子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一套房子而已，我想买就买。昨晚南希才打电话来说要买房，今天你就亲自跑来，你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你们有多相爱，而我多像个笑话。你走吧，这房子我不会卖给你。你想卖房子，可偏偏不卖给我，故意的。这套房子谁买都可以，就是你不行。由不得你，这房子我能给你，同样也可以收回来。抱歉，周小姐，这套房子被公司那边下架了，禁止对外发布销售信息，所以有时候可以动一点小手痕。霍雨森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穗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多久没来那个了？
等到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，再联系我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你还真怀孕了？那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想要他，那霍玉思，他不会要孩子的。阿玉，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，该有个孩子了吧？小雨伞以后就不带了吧？我不喜欢孩子，以后不要提孩子的事情，我们就过2人世界。如果让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说不定还会逼我打掉他。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而且我听说霍家背景很强的，要是他们知道了的话，反正我们都已经离婚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这是我自己的孩子，与他无关。也是我的，我这个干妈会帮着你养的。我的工作室现在生意还可以，我能养活和孩子的。秋姐不好了，有客户把咱们工作室给告了，怎么办呀？说什么？周姐，昨天你在电话里没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前段时间您亲自设计的那套珠宝，客户昨天突然说他抄袭了某个大牌，我今天一早就收到了抄袭对比图，还有他们的律师函，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找到抄袭痕迹，就只有颜色相似而已。前段时间，张太，听说张太的老公背景很强，他表妹还是那个著名的网红明星南希呢。周姐，咱们得罪了他，可怎么办呀？从早上到现在，我已经接到好几个电话索赔了。你先去工作，我来处理。好。陈律师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咨询一下。如果打官司，我真的一点胜算都没有吗？有，但对比你消耗的时间跟物力，哪怕最后官司打赢了，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更何况以张太的实力和背景，不是你一个小工作室可以对抗的。所以我建议最好可以和解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张姐，你怎么了？张姐，没事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周岁时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，刚跟我离婚就找下家？不要了，陈律师，你不用送了。行，后面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。那我走了。不解释一下？我解释什么啊？离婚才多久啊？这么快就开始下一段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有没有下一段跟你有关系吗？况且就算我真的有下一段，那也是在离婚之后，合法合规。像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装傻了，我上过你一次当，还会再上你第2次当吗？麻烦你管好你的人，我小门小户经不起折腾，我不会纠缠你，也麻烦你们放过我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还在装傻是吧？你非要我把你和南希那点龌龊事捅出来，你才肯承认是吗？南希？我跟南希什么事都没有。啊，你在乎他？吃错了是不是？我吃什么错？我只是觉得你很恶心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是，我讨厌你。要不是你，我的工作室怎么会被南希针对，惹上麻烦？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从来就不认识你。是吗？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叶青结婚啊？在床上为我做我爽的时候，怎么说讨厌我？
这就恼羞成怒了，故意不买套。公主，说要我给你生孩子的话，我还没说呢。黄雨森，以前就当是我蠢，是我瞎了眼。从此以后，我会离你远远的，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瓜葛。周翠石，周翠石，大夫，我夫人怎么样了？她怀孕了，怎么能受这么大刺激呢？你说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你夫人已经怀孕1个月了，但是胎相很不好，可千万不要再让她受刺激了。你早就知道自己怀孕了，为什么瞒我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可你肚子里怀的也是我的孩子。那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，和你无关。周翠石，这孩子不能要，打掉吧。霍雨森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那是为你好。你闭嘴，我不想听。你出去，你现在就出去。周翠石，我让你出去。吵什么吵？不是说病人不能情绪激动吗？病人家属，请你先出去。病人现在需要静养，难道你想让他进手术室吗？我明天再来。霍雨森，我早知道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但没想到你能这么心狠。宝宝，你爸爸一点都不爱你，我们不要他了，好不好？霍先生，周小姐患有先天子宫畸形，千万不能要孩子。这如果贸然怀孕轻则影响健康，重则危及生命。婚检报告拿到了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小朋友，你怎么啦？我找不到妈妈了。你记得妈妈的电话号码吗？没关系，姐姐陪你一起等啊。小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妈妈找你好久了。谢谢啊，没关系的。不对。还好没走丢，我最喜欢小孩了，很可爱。以后我们有了孩子，你可不能这么粗心。知道了，回家吧。嗯。给我联系全国最权威的妇科医生。这床病人呢？好像早上接了个电话，急匆匆就走了。给我查一下碎碎的星座。周姐，我今天早上一来，他们就一群人冲进来，到处打架，把办公室搞成这样，他
他们还放狠话说，要是咱们工作室还敢开门，他们就电气在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报警了吗？撕了吧，跟大家说今天就先放假。你们好好休息，我来处理。好，那我去了。请问是张太吗？小周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张太，关于抄袭的事，很抱歉让你有了不好的体验。您的货款我一定会全额退还。如果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，我也会尽力满足。您看可以吗？小周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要什么呀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南希啊是我表妹，我就是要给她出气。你还年轻，这公司呀才刚起步，有些事情呀，该低头就得低头。你说的是，这才对嘛。你年轻又这么有才华，其实呀，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，何必认死理呢？这样吧，正好呀，我跟我表妹一起吃饭，你过来当面给她道个歉。这件事情呀，就算过去了。好，多谢张太。周小姐不是说自己没有抄袭吗？怎么现在肯低头了？我确实没有抄袭，但是我为之前对南希小姐说过冒犯的话道歉。惹您不愉快是我的错，只要您和张太可以原谅我和我的工作室，我可以把玉园那套房子卖给你们。那玉森哥哥呢？你不会还要纠缠他吧？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，更不会找他。就这样，好像不够有诚意。你把这些酒都喝了，我就原谅你。这些会不会太多了？这些酒喝完呀，他不一定能站着走出去，不会出事吧？我就是要让他难堪，记住今天这个教训。表姐，周小姐酒量很好的，这些酒对于她来说不是难事。周小姐，你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？抱歉，南希小姐，如果你需要别的任何赔偿都可以，只是我真的不能喝酒。你是不能还是不想啊？既然你这么没有诚意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聊下去。表姐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是不是只要我喝了这些酒，你们就可以放过我和我的工作室？当然。工作室还有那么多员工要养，不能因为我感情上的私事连累他们。可我的孩子……玉森哥哥，玉森哥哥，玉森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？周小姐和我表姐之间因为设计方案的事情有点误会，所以周小姐特地来跟我表姐道歉的，对吧？周小姐，我本来想着周小姐是玉森哥哥你的妻子嘛，那她给我表姐设计的珠宝是抄袭款这事儿，我本想大事化了的。可是周小姐明明说是来道歉的，却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想要什么诚意？我就让她喝口酒而已啊，可是她说什么都不肯喝。周小姐，你是不是讨厌我呀？所以连这点面子都不肯给我。我不能喝酒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些酒不喝也没事的。表姐，那要不工作室的事情你就原谅周小姐这回吧。记住啊，这一次呀，我可是完全看在南希的面子上。那这次的事呢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但是周小姐，我希望你别忘了答应过我的话。多谢张太体谅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过玉森哥哥，你是特地来接我的吗？不是。不是来找我的，那就是来找周碎石的。切，又跟我抢玉森哥哥。好了，别着急呀，这周碎石呀都和霍玉森离婚了，他又得到了我们的警告，霍玉森呀迟早是你的。没那么简单，玉森哥哥明显还惦记着他。不过我记得他能喝酒的，他就是跟玉森哥哥酒后一夜情才在一起的。怎么就突然跟我喝了呢？表姐，你帮我查一查。霍总找我有事吗？刚刚南希为难你了。霍总不是都看到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我替南希给你道个歉。替他来道歉？霍玉森，你可真够宠他的。行。霍总的道歉我收到了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找了全国最权威的妇科医生，手术不会对你身体造成任何伤害。孩子，你打了吧。霍玉森，你简直有病！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那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凭什么决定他的生死？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可能打掉孩子，你想都别想。如果你是担心我会用孩子绑着你，那你大可放心，我回去就给霍总签份保证书，再给孩子找个父亲，我保证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他也是我的血脉。你想去哪给他找父亲？你想要的只是个孩子，父亲是谁都无所谓吗？当然有所谓。他要不是你的孩子就更好。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，才让你一次一次这么对我说话？走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反正你想要也不是我的孩子，没有都更好嘛。走！你也只敢对我这样发脾气？你也只敢对我这样发脾气？你不想打也没用，这孩子留不住。碎碎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喽？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今天休假，当然要来看看你了。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。哎，我还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你要不趁热喝点？我现在没什么胃口。怎么了？霍玉森知道我怀孕的事儿。什么？那他怎么说呀？他让我把孩子打掉。我靠！凭什么呀？哎，你们都离婚了，他凭什么决定你孩子的去留？亏我之前还担心你们有了孩子，他会舔着脸找你来复合，没想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无耻。我已经拒绝他了，但是我就怕他会做出什么。他还能逼你打胎不成呀？坏了，
他还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霍玉森可不是一般人，他要铁了心了不想要孩子，他肯定有办法的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反抗。碎碎，要不然逃吧。逃？对，逃到一个霍玉森找不见你的地方。那些电视剧里带球跑的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我就不信了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了，他还敢对你和孩子怎么样？你说的也对，但是我这工作室才刚做起来，我为了工作室你更要走啊！你忘了南希污蔑你抄袭的事情了？指不定他以后又是什么幺蛾子呢。你现在还怀着孕，可经不起折腾，别到时候孩子和工作室你都保不住。我考虑考虑吧。没想到一转眼，你跟霍雨森都已经结婚这么久。哎，老实说，你真的放下学长了吗？这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他出国深造是好事啊。可当初学长刚一出国，你转头就跟霍雨森结婚了，真的不是因为跟学长分手受伤了。其实我也觉得挺可惜的，虽然霍雨森对你也挺好的，但我一直以为你跟学长可以修成正果。周岁时，难怪你从不期待我给的惊喜，从来都把我排在工作后面。原来是因为你爱的人不是我。虽然早就知道你不爱我，可为什么你用排斥厌恶的眼神看我，我还是会心痛？玉森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顺路过来看看你。玉森哥哥，我昨天真的不是有意要去为难周小姐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她不能喝酒。不过你昨天去餐厅找她，你们两个和好了。他这么讨厌我，怎么可能会和我和好？这事儿与你无关，以后不要去烦他。昨天在餐厅的事情，我不希望再出现。哦，好，玉森哥哥，没什么事，先走吧，我一会儿还有会，没时间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下次再来找你。气死我了！玉森哥哥居然这么护着周岁时，还为了他警告我。喂，你要我查的事我查到了，周岁时她怀孕了。什么？表姐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这可是医院的朋友告诉我的，千真万确。而且她怀孕的事，霍玉森估计也知道了。难怪玉森哥哥会对她护得那么厉害，原来是因为怀孕。周岁时想用孩子帮助玉森哥哥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太太，怀孕了？下孕手续吗？听说少爷为此联系了全国最权威的妇产科医生。他倒是挺上心，可是一个家世普通、毫无背景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生下我们霍家的孩子？另外，我们的人发现，南希小姐似乎在找人对付周岁时。他也知道了，不行，这么脏手的事怎么能让他去做呢？你去联系一下周岁时，就说我要见他。是。我筹划了这么多年，霍氏的女主人只能是南希，任何阻挡我计划的障碍物，
都要被清除了。您就是霍玉森的母亲，霍夫人。是我，周小姐，请坐吧。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怀孕了，不宜摄入咖啡因。霍夫人今天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霍夫人今天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你跟玉森结婚多年，本来我们早就应该见面，可是玉森这孩子始终不肯带你来见我。你们现在离婚了，本来我们也没有什么见面的理由了。不过你又怀孕了，作为玉森的母亲，于情于理，我应该做点什么。这有1000万，算是我对你的补偿吧。霍夫人，我不需要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们已经离婚了，这个孩子就算生下来，也不会幸福。周小姐，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你完全有机会重新组建家庭，重新拥有你的孩子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霍玉森，你逼我堕胎不成，现在又想派你妈来了是吗？霍夫人今天如果是为了孩子来的，那您大可放心，这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不会用它缠上霍玉森和霍家。如果您不信，我可以给您写个保证书。周小姐这么明白事理，我很满意。不过未来的事儿呢，谁都说不准。既然你不想打掉孩子，除了写保证书之外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离开海城，永远不要回来。玉森和南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不希望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刚才的1000万，算是我给这孩子的抚养费。我这儿还有1000万，算是我给周小姐的路费。不知道周小姐考虑的如何呀？也许我真的该离开了。好啊，正好我有宜居的想法，那就多谢霍夫人。之前玉森跟我说你多么冰清玉洁，我以为这钱你不会收。没有谁会跟钱过不去，更何况我不收，你也不放心，不是吗？很好，那就希望周小姐信守承诺。这是自然。我现在就给你写保证书，保证不会缠上霍玉森和霍家。周姐，你真的要关掉工作室去法国吗？是啊，不过我到那边安顿下来了，还是会继续把工作室开起来的。到时候你要是愿意，就给我远程办公，工资一定给你翻倍。周姐，我舍不得你啊。天下没不散的宴席，以后你要是愿意的话，随时来法国找我。行了，剩下的我自己收拾吧。你早点回去休息。好，周姐你也早点回去，你还怀着孕呢。好。
霍玉思，等很久了吧？没很久，等老婆下班永远不会叫。从前你来是为了接我下班，现在又是为了什么？表演型人格又犯了。欢欢，机票我已经订好了，后天下午送我去机场吧。玉生哥哥，玉生哥哥怎么又不在？喂，你要我办的事情都办好了。很好，钱马上就会打到你卡里。周岁时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纠缠玉森哥哥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决定要离开了。既然都决定了，早走晚走不都是走吗？走吧，快赶不上飞机了。车停哪了？外面。你到了以后要第一时间跟我说。说好了啊，到了以后你要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报平安。还有，我知道了，这些话你都说了多少遍？到那边肯定联络你，你知道就好。秀秀，这刹车好像失灵了。别紧张，把好方向盘，我们慢慢减速。好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欢欢，不行，我不能睡。喂，市郊大道发生了车祸，救救我！霍总，我来汇报一下这个月公司的利润表。主营业务收入是150万，主营业务利润125万，营业利润300万，利润总额425万，净利润700万。喂，我马上过去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还是第一次见霍总这么着急。不知道啊。怎么了？送我的？对呀，这样每次你工作的时候看到它就会想起我。真不错，好贵重啊！谢谢老婆。不客气。手表怎么突然？难道是周岁时出事儿？霍总，南希受伤了，备车去医院。是。病人什么情况？病人是孕妇，目前孕8周，因车祸头部受到重伤，腹部也受到撞击，心脏大出血，胎儿情况危急。立刻准备急救。霍总，南希小姐病房就在那边。小姐，你才刚醒，身上的伤口也没有处理好，
要不你跟我去处理你的伤口，你的朋友在抢救，他会没事的。我不走，我要亲眼看着穗穗没事才行。霍玉森怎么会也在医院？哎，小姐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说你呀，非要假装摔下楼梯干嘛呀？这要是被霍玉森发现的话，哎呀，他不会发现的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周岁时出车祸性命垂危时，玉森哥哥却在医院关心我的小伤，就算他运气好能捡回一条命，也该彻底死刑了。玉森哥哥，梁希，没事吧？玉森哥哥，我今天跟南希逛街呀，她不小心摔下楼梯了。这医生说呀，没多大的事，就是满身擦伤了而已。这已经上过药了。玉森哥哥，我好疼啊！我还以为我就要死了。别胡说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霍玉森，你和南希可真甜蜜，可是穗穗却……今天的车祸也实在诡异。我的车上周才做过保养，怎么会突然刹车失灵？霍玉森，哎，你这玉森哥哥，你干什么？赵华，你要不是周岁时的朋友，你知道现在什么下场吗？来呀，你霍总有能耐就弄死我呀！反正你不是已经对我的车做手脚了吗？霍玉森，你处理我也就罢了，穗穗好歹跟你夫妻一场，你怎么能这么狠的心，连他的命都要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要他的命了？你少装啊！我的车刹车失灵不就是你干的吗？你不想要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想出这么恶毒的招数让他出车祸，你还是人吗你？出车祸了？他在哪？是不是在医院？你还装！我告诉你，穗穗但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玉森哥哥，他难道真的不知道？周穗是这个闺蜜，就是跟他一样讨厌。玉森哥哥要是调查车祸的事儿，那我……哎呀，不要紧张，你是用虚拟号跟那个人联系的，这没有证据。霍伊森呀，他也发现不了你，放心。好了，呀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正在抢救出车祸的孕妇？是。她人怎么样？医生，我朋友她怎么样啊？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病人受伤严重，孩子没保住。小姐，没事吧？孩子没了，穗穗那么想要那个孩子，她怎么能接受呢？大人呢？